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婚姻观。有一个78岁老爸爸，甲2个身心障碍的后生相依为命。一家口3个人就住伫这个铁片厝，厝内底阿早卫生的条件嘛真歹，娘条嘛又老又老。里长是拍影片，甲大家讲，才有一个可怜的家庭。即摆已经有慈善团体愿意出钱来重建这个铁片厝，县府嘛配合着社会资源，协助这个贫困家庭来渡难关。像这种物件，你来看。条啊，强要断去，敢若用烟线小可绑咧尔，迄个风台一日来，厝顶恐惊会飞去。住到这间铁厝啊，无法度讲互囡仔掠风掠雨。这是婚姻的北港78岁生出来老大人，生活真艰苦，甲2个身障后生住做伙，一家伙3个人住伫这个破旧的铁厝内，厝内真垃圾，三顿嘛无正常。里长请人翕影片，互社会大众了解因生活有偌艰苦，得到善心团体协助，县长张立先亲身来拜访。里长嘛有报起来啦吼，阮里长要吼，有人要甲你起这个厝啊。生活会当改善啊！这个生出来老大人有手用啊，张立先搁准备几箱的物件摕来送因。影片发酵以后，这段时间很积极在处置相关的一些事宜。老先生相关的福利，现在可能就差在安置这一个区块。老大人的大汉后生，因为重大的身障生活袂当自理，县政府尊重这个做老爸意愿，看要安怎加协助。另外一个需要协助的善食家庭，嘛是伫北港读国小这个姓苏的查某囡仔，甲因老爸甲因公大做伙，同款是厝天棚害了，若落雨就流水。小妹妹遐，你嘛爱，你参恁囝来较用心遐。县政府甲善心团体来甲关心媒合资源，好弱势家庭得到妥善的协助，嘛为社会创造正向善良的循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